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麥少仁，我今年13歲，我喺 Step Up 學咗4年跳舞。今年我學咗牛仔舞，牛仔舞令得我變自信咗好多。大家好，我係林海珊，今年13歲，我喺 Step Up 學咗4年啦。我今年喺 Step Up 學咗Rumba 同 Cha-Cha，然後將來亦都會考 Grade 2同 Grade 3。我喺呢一度學咗好多嘢，然後咧就自信咗好多。大家好，我叫陳思明，我今年11歲，我係畫室學咗4年啦。我今年係畫室學咗油畫，我掌握咗油畫嘅技術，我好中意佢。我叫孫世欣，今年11歲。marker 速寫同高度彩。大家好，我叫陳志聰，今年14歲。我已經喺瑞士畫室學咗5年。喺呢5年嘅時間裏面，老師教咗我好多唔同嘅畫畫技巧，同埋唔同顏料嘅用法。我將呢啲技巧都用咗喺呢幾幅畫上。可以見到我呢幅畫咧係用多用畫嘅光線比較柔和一啲，同埋咧鮮豔一啲，啲線條都冇咁突出，冇咁生硬。呢幅畫亦都係我最中意嘅畫之一。大家好，我係陳佩君，我今年10歲，我喺瑞士畫室學咗5年。我喺瑞士畫室而家已經係 Level H 啦。呢度有3幅畫，我最中意呢幅畫，因為佢用咗好多唔同嘅線條啦，同埋咧佢啲顏色好鮮豔，跟住可以展現到香港嘅夜景、五光十色同埋色彩繽紛。大家好，我叫施永天，今年14半，我游咗4年半，我學咗好多技巧，自由式、蛙式、背泳、蝶式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婉華，今年10歲，我學咗游泳4年，我覺得自己更加自信。大家好，我叫歐陽巨龍，我哋今年12歲啦，游咗4年水。大家好，我叫歐陽今年10歲，游咗4年。我喺學校舉辦嘅游水比賽裏邊拎到咗第4名。喺學校嘅水運會拎到咗亞軍同埋季軍。大家好，我叫彭思妍。大家好，我叫彭思恒。我仲好中意游水。Hello， 我係胡瑞彤，我今年10歲，我踢咗奧場4年。我好中意踢波，好開心。超樣，我踢咗波4年。大家好，我係劉浩光，我今年10歲，我喺澳洋足球會學咗4年。我今年嘅控球技術有所提升，仲有我認識咗好多嘅新朋友。我是 Step Up 的缇娜老師，我現在在屯門教課，然後我是笑柔海紐海山的老師。我覺得笑柔他是一個非常悟性很高的孩子，然後他今年我也覺得他的進步很大。然後海山呢，他已經是高中了，但是他可以這麼堅持的每個星期的來上課，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難得可貴的。我叫 Shirley， 我係 Ella 嘅老師。Ella 嘅成長路程咧都係一路進步啦，佢做得好好，好俾心機咁。多謝你哋支持，多謝朝陽獅子會。4位球員唔同程度有唔同程度嘅進步啦。浩邦就喺呢方面個進度咧就好明顯嘅，因為佢由本身想唔嚟啦，到咗而家繼續會訓練啦。咁瑞彤就一直都係喺同年紀或者甚至乎高一個年紀咧，佢係港隊嘅成員啦，女子，即係佢咁，所以佢一直都係最好嘅嗰幾個嚟嘅。咁我只能夠係透過而家佢開始大咧，要踢嘅人數開始多，咁我哋就執佢嗰啲意識啦。咁亦都見到佢慢慢係會進步啊，識得點嚟幫波啊，點樣走位啊，咁樣喺個球場上點樣運用嗰樣嘢。細佬咧咁之前可能好怕醜啦，但係而家就會比之前可能活躍咗，肯同啲人溝通啊，玩得再開心咗啊，咁樣啦。咁到最後宇豪我哋不斷都 push 緊佢點樣跑步嘅動作好啲，咁佢投入就一直都咁投入㗎啦。多謝朝陽獅子會，祝香港朝陽獅子會5週年生日快樂！朝陽獅子會，香港朝陽獅子會5週年生日快樂！
多謝香港朝陽獅子會。香港朝陽獅子會5週年生日快樂！我多謝香港朝陽獅子會，多謝香港朝陽獅子會，祝香港朝陽獅子會5週年生日快樂！祝香港朝陽獅子會5週年生日快樂！